諾50年不變，相信文明嘅社會唔會發生野蠻嘅行為、野蠻嘅鎮壓，相信沉默就可以保我哋平安。以為1989只會發生喺北京，唔會發生喺香港。有啲人選擇遺忘是福，有啲人選擇算吧啦，都改變唔到啦。但係事實係，只要共產黨繼續執政，慘劇會繼續發生。喺中國、喺香港、喺西藏、喺新疆，或者喺你屋企嘅門口，根源唔係個極權啊！極權係人民遺忘、沒有反思而製造出嚟嘅產物。呢一切嘅教訓話俾我哋知，記憶唔只係要嚟悼念，記憶係防火牆，係保命符。遺忘唔係幸福，遺忘係共犯啊！歷史唔會自己重演㗎，但係遺忘會令我哋逼佢去重演啊！有人話，唯有透過寬恕，先至能夠將30幾年前喺首都發生嘅嗰件事愈合。我會話，直到今日，無論1989年，無論2019年嗰個行兇者，佢都冇出嚟道歉過，佢冇叫過我哋去寬恕佢啊，甚至仲變本加厲，佢今日仲喺度繼續行惡。我會話，寬恕之前，必先要拒絕遺忘啊！有人會話，沒有六四，就唔會有對上嗰30幾年中國經濟嘅開放，唔會有中國人嘅富起來。我會話，呢啲係血錢啊！呢啲係冇人性嘅人先會講得出嘅説話。當年支聯會5大綱領有一項追究屠城責任。2019年香港人5大訴求中，亦都有一項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。我哋要追究到底，唔係為咗報仇，亦都唔係話要邊啲惡人有惡報，而係要透過記得、見證、反思呢一個嘅過程，去避免再重蹈覆轍啊！只有係咁樣，先至唔會跌入一個尼采話一切都會再次發生，會不斷咁樣去發生嘅一個永劫回歸啊！如果我哋選擇遺忘，歷史就會永劫回歸；如果我哋選擇沉默，下一代只會知道家鄉美食展，而忘記咗維園曾經出現過香港人爭取自由嘅嗰一點嘅燭光，係咪？係。如果有一日冇人再記得六四，咁六四